民众大包小包摕着物资来到基进党台南总部，也阁有人开车载着伞过来。基进党台南总部响应土耳其捐物资的活动，短几天物资就堆成山。我今天拿了棉被跟尿布，因为之前我们921地震的时候，土耳其也有帮忙，所以我们想说就是回馈，就一起帮忙这样。最近收的就是主要是以衣物为主啊，然后以冬天的衣物，然后有些民众其实也蛮好的，就是他们会给我们全新的，然后有些民众其实那如果他们愿意捐过来的时候是二手的，可是他们也会把它们洗干净之后，然后再送到我们这边。目前来讲，我们比较缺的就是帐篷、睡袋，然后还有保温瓶。土耳其发生大地震，需要来自各地的爱心甲温暖。基进党台南总部指出，自日前开始响应捐物资的时阵，就有侪民众来询问，也有侪公司提出全新的衫来到总部。我们在昨天一发出讯息之后呢，就有非常多的民众带着他们干净的物资来到了党部。那现在台南党部呢，整个都满溢着大家的善意跟爱心。董抽喜这个土耳其他们算是在921的时候，然后第一批来协助台湾的这个国际友人。那这一次土耳其有难，台湾当然义不容辞。台南市议员李宗仁表示，党部大小物资只到2月12号，希望大家会当多斗3天来捐物资，斗阵关心国际朋友。这的物资也会尽快处理登记，送到土耳其在台办事处，把台湾人的爱心送到土耳其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